定定真侪人会伫咧网络顶头买外国物件，就爱使用一个实名认证 App EasyWay。即马这个软体呢发布重大通知，因为诈骗包裹情形真严重。对6月20开始呢，禁止境外 IP 连线使用，包括着这徛名认证和伪人作业，拢爱登来到台湾才当连线。若准人伫咧国外就无到使用这 EasyWay 认证，包裹就会可能卡伫海关啊。 平常时下晡，伫台北市中心的报关行，工作人员的手无停过，申报海运、空运进出口的业务量是有够大。不过，即马伫网络买物件的人爱注意啊！实名认证 App EasyWay 易立委发布通知讲，对6月20开始是禁止境外 IP 的使用，包括实名认证和伪人作业。 照过去的流程，消费者买海外包裹了后，买物件平台会透过报关业者传送资料，再通知民众去易立委确认申报符合了后，易立委才甲资料经过报关业者送登去网购平台，才会行。即马卡数民众若是人伫国外，亲像是人伫日本要淘宝，都会无法度认证，恐惊造成货物歹通关。很显然，就是说有人境外的不法集团在利用这个 漏洞来造成我们这些海关或者我们边境查缉机关的一个调查的困难，我请观光公司要去评估一下封锁这个，就是禁止境外 IP 操作 APP 的部分。 主管机关解释讲，主要是因为假人的名的包裹的问题真严重，海关捌查到真侪件违禁货品进口，也是申报无符合品项，互无辜的民众封假伊的名报关。若要查源头，大多数拢是对中国的不法集团来的，套用民众的各资，再参照边境机关的建议，封锁海外 IP。代购业者，因为他本身可能会有比较多，例如说协助去做报关的动作啊，或者这些商品比较大众的这个采购的时候，他确实可能并不见得都能够在国内去完成这些流程。好，他可能也会请他在国内的一些合作厂商，例如说把它做分工的动作。专家建议讲，若是长期拢住伫海外，且亲像朋友伫国内做报关人，也是该用纸本来申报，拢会当解决。短期出国的民众，就等到来台湾了才申报上简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